咱来参加祈祷。听主，阮搁一摆伫你面前，阮要参加来查考约翰福音所写的。阮恳求你通过阮今仔日的分享，你圣神做工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会活出阮的信仰。耶稣是主，是上帝的囝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读这个圣经吼，是约翰第3章上尾啊。这个圣经这几节吼，拄伫顶礼拜我讲惊死的约翰讲讲伊家己吼，对27节开始，惊死的约翰讲吼，讲若毋是天赏赐，人袂当得到什么。我捌讲，我毋是基督，不过是受派做伊的先锋。这个代志，恁本身是我的见证人。娶新娘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徛踮边啊，一个听到新郎的声就非常欢喜，所以我欢喜，我欢喜满满。伊一定要兴旺，我一定要衰微。咱伫这站咱的圣经有一个 quotation mark， 迄是惊死的约翰讲的话。总之，咱今仔日读的圣经31节到36节吼，有的有 quotation mark， 若有 quotation mark 的时候，遐人就是信讲后壁这站31到36节，原来是惊死的约翰讲的。巴克利的翻译，巴克利台湾的圣经的翻译有迄个句号。quotation mark， 所以巴克利咧翻圣经的时，伊认为这站是惊死的约翰线顶头落来讲的。总是咱今仔日读的圣经是新约的台湾话圣经哦，无 quotation mark， 这真趣味的代志。所以学者的中间，大家伫遐咧争论讲，这到底是什么人讲的？是惊死的约翰讲的，还是使徒约翰讲的？读圣经真趣味呢，有即个问题哦，咱普通平信徒大概拢毋知影有即个圣经内底有遮尔深刻的代志。我有看所有的真侪注解，两边拢看。我对即几节的感觉是，写人讲的无啥要紧啦，要紧是迄个内容较要紧，伊在讲啥的。这甲咱的信仰有啥物关系？这较要紧。我吼，老实讲，我家己的意见哦，我家己看这几节的看，我家己伫准备的时候，我读了，我感觉我较倾向伫是使徒约翰写的，因为吼，伫这几节的中间，短5、6节吼，伊讲真济。第1章到第3章，到目前为止，伫遐有讲到的，约翰家己写的讲的，伫即内底出现真济物件。惊死的约翰无可能知影遐个代志，所以我较倾向伫这可能是使徒约翰写的。你若读讲较详细了吼，我感觉约翰吼。老实讲，伊到第1章到第3章遮所讲的物件吼，你知影？我一个朋友伫台湾，甲讲伊听我迄个讲道，我咧讲顶头生的讲道吼，伊就讲哦，你实在真好当咧，你敢讲的，讲我讲约翰福音段，讲到遐，我嘛无讲袂使啊嘛就，讲你讲到片片选的，我讲片片选有影啦，有影是内面足侪物件。我感觉约翰到遮，伊是要做一个结论。伊要所讲，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吼，对缘起头道甲上帝三角地地，对遐开始讲到遮吼，伊差不多是将伊这3章讲的结论拢放伫即个所在。这真有意思的一段圣经啦。原来同款无好讲，无好讲。咱来看吼，咱来渐渐看吼，看一节一节来看吼。伊第种对顶面来的，伫万有的顶面；对地上来属伫地上。
所讲的是地上的事。你会记得咱第三章吼，第一句吼，第一句伊讲对顶面来，伫万有的顶面，伊就是伫讲伊第一章所讲的，源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啊，过来伫万有的顶头，迄个伊嘛伫讲第一章14节，伊所讲的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的中间。所以讲对顶面来的，伫顶面的；对地上来的，伫地上的。你会记得第三章的12到13节，迄个耶稣有甲尼哥底母讲我对天顶来，甲恁讲天顶的代志。我甲恁讲地上的代志，恁都无要信啊！我甲恁讲天顶的代志，恁哪有要信？耶稣嘛知影地上的代志甲天顶的代志无共款。天甲地中间有迄个紧张的关系。耶稣对天顶来，啊，为着光做见证，真侪人无接受伊。这咱伫第一章拢有讲过啊。过去吼，第32节伊讲吼，伊为着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做见证，毋过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接受见证的人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咱有伫第一章有讲光来世间，世间人无接受光。约翰第32节讲，伊伫天顶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代志，伊来世间做见证，总是无人听伊的见证。第32节讲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老实讲吼，耶稣来世间讲，伊是对天顶来吼，对天顶来。伊讲吼，你敢无想讲即个话，大家拢啥人拢会使讲的，啥人拢会使讲的。无偌久以前，差不多20-30年前啦，韩国有一个是文先明，恁会记得无？统一教啊。伊讲伊嘛是上帝找来呢，真侪人讲伊是上帝找来。毋过文先明哦，伊讲伊上帝找来，佫足侪人对伊，佫足侪钱互伊。伊尾互掠去关，因为用教会用外国教会的钱向掠去关。总是耶稣吼，伊来世间，伊讲伊是对上帝遐来哦。讲即款话，那你若拄着你的朋友中间一个讲伊是对上帝来。你会安怎想的？这人神经有问题嘛？耶稣伫世间的是真正嘛是有人想讲伊神经有问题。伊的兄弟都讲伊笑啊，讲即个话，大家拢会使讲。毋过吼，耶稣讲，约翰讲，伊来即个世间，伊伫天顶所看到的代志，所听到的代志，来世间甲世间人讲。无人要接受伊的见证，这无啥物奇怪啦。耶稣家己嘛知影，耶稣家己嘛知影。伫第三章的第11节，第三章的第11节，伊讲吼，我是实在甲你讲，甲尼哥底母讲，阮讲阮所知的，嘛是为着阮所看见的做证，毋过恁毋接受阮的见证。耶稣家己知影，耶稣家己知影，伊来讲伊是对上帝来，这真少人。第32节伊讲吼，不过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这句话讲了有较过头啦，因为第33节伊就讲吼，伊就讲接受伊见证的人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所以有人接受啦。真少啦，事实嘛是真少，总是接受伊的见证的人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遐个接受的人会当证明，迄个意思就是，遐个接受的人有经验着上帝的信实，有经验上帝的恩典。我问咱大家拢安尼，咱接受耶稣基督做人，咱有真正经验上帝听咱。上帝的信息，上帝的恩典，对天来的恩典，
耶稣约翰伫遮是咧讲，耶稣来，无人要接，真少人要接受，总是有接受的人会当经验上帝的恩典。无别条路，敢若会当用信心接受那点。我确定会阁讲这，我确定会阁讲到这。第34节，伊讲，伊所讲的话吼，伊讲上帝所差遣迄位讲上帝所讲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赐圣神予伊，伊对天顶来，伊将伊听到对上帝听到伊所看到的来甲咱讲，伊讲的是上帝的话，这是约翰甲讲替耶稣做见证，讲耶稣讲的是上帝的话。耶稣家己嘛是安尼讲，伫约翰第6章第38节，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第6章第38节，耶稣讲，因为我对天降落来，毋是要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是要实行找我来迄位的旨意。耶稣家己嘛明明安尼讲，我来世间毋是照我的意思咧做代志，我是照找我来迄个，就是上帝的意思。伊来世间，甲咱讲上帝话，咱无要信，世间人无要信，总是耶稣伊真确信。伊是安怎会当安尼讲？约翰讲，上帝有赏赐伊无限量的圣神。耶稣替对上帝遐来，伫遐讲上帝话，照上帝的旨意讲话。上帝赏赐圣神，帮赞耶稣讲。这是三位一体，敢毋是？这是真水的三位一体关系，敢毋是？伫遮我去想着吼，耶稣拄仔出来传道理的时，伫路加第4章，也伊有引用以赛亚第61章的话。伫遐我有，这是耶稣伫会堂伊开始要传道的时，伊讲上帝找伊来，爱伊做啥物代志？伊讲主的神临到我，上帝赏赐伊圣神，咱拄仔讲的吼。因为伊用油我，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。伊差派我宣布，受掠的得到透放，无看见的搁看见，受压制得到自由，宣布主恩典的年。这耶稣用这个说呢，拄啊是以赛亚第6章的第1节甲第2节。上帝的圣神甲伊伫咧，有真侪学者讲，耶稣即个所在，即只的话，是伊弥赛亚的就任词。即阮牧师要就任的时嘛，拢会讲就任词吼。迄是阮对即间教会的印象，阮直接要，也是讲一个总统要就任的时，伊嘛有就任词。有人讲这是耶稣的就任词。伊做弥赛亚的就任词，伊伫世间要做这个代志，上帝的神临到伊，甲伊讲你爱做这个代志，伊因以赛亚的话，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啦吼。但第35节，第35节有小可较复杂啦。爸疼囝已经将一切拢交托伫伊的手中，爸疼囝。约翰在讲啥？约翰在讲伊头前讲的，伫约翰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1节到第3节，伊讲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伊伫创造以前就甲上帝同在，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，一切被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我拄仔讲的，即几节的圣经的中间，约翰敢若是咧甲咱复习伊头前讲的，特别是即节，伊咧讲上帝将一切交伫伊的手，道甲上帝三角是，伊甲上帝三角创造即个宇宙，这是约翰讲的，总是吼，这毋是干那约翰讲来定，伫圣经内底。新约内底真几来的所在，拢安尼讲。有一个所在是伫哥罗西
第1章第16节到17节，这保罗写的。伊讲上帝通过伊就是耶稣，也为着伊创造万物，也未有万物以前，伊就存在，万物靠伊连结好势。你将这甲拄好我所读的约翰第1章的第1节到第3节，两个讲一样同款代志，敢毋是？两个讲同款代志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嘛，希伯来书什么人写的？有人讲保罗，有人讲毋是。伊讲哦，伊反射上帝的荣耀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伊用伊权能的话扶持万物，使诸人会做了后，坐伫至高上帝的正面。这甲约翰讲的嘛差不多啊。咱普通想讲拢，因为约翰排伫哥罗西的头前，我那排伫希伯来的头前，咱拢想讲。道甲肉体、上帝三甲地地，上帝创造天地是这是约翰大先讲的，其实毋是啦。保罗哥罗西这本张批吼，是主后60年到62年，伊伫罗马的监狱内底写的。60年到62年，希伯来书毋知影什么人写，总是有学者去研究，写的年代是差不多主后50年到60年。所以，约翰写讲，伊万物创造，伊这，迄是初代教会的信仰。初代教会会友都是安尼信。约翰是摕迄个时阵大家的信仰做一个信仰告别，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这初代教会的信仰是安尼，换一句话来讲。初代教会的信仰，信耶稣都是上帝，这是真要紧的一点。耶稣就是上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道甲上帝三者创造天地，耶稣就是上帝，道甲上帝三甲地地三位一体的道理对下来。因为这个耶稣这个人哦，伊上天了后，教会开始了后。就真侪人对耶稣在讨论啊，大家拢有一寡学说出来。到19世纪哦，有真侪神学学者咧研究历史上的耶稣，真趣味的代志啊，真复杂。为着耶稣到底是耶稣是真正是上帝，还是人？争论真侪啦。历史上捌为着安尼相抬。为着安尼相抬，这是真复杂的问题。我今仔日咧讲到讲，耶稣原本是上帝，一个惊叹号，啊，搁一个问号。迄个惊叹号吼，是圣经讲耶稣是上帝，这是一个肯定。迄个 question mark 吼，是这个问题吼，对古早就有人在讲，到底伊是上帝还毋是？这咱今仔日我要甲咱三甲分享，咱每一个人爱做这个决定呢。耶稣到底是上帝还毋是？耶稣离开世间无偌久哦，有一派叫做Gnosticism， 叫做知识派。我真简单甲咱讲，这个是啥？知识派是一寡初代的基督徒，因已经信耶稣啊，因信耶稣讲耶稣是上帝因信到完全否定耶稣是人，因讲耶稣是上帝，所以伊伫世间做的代志拢是上帝在做。啊，这甲咱讲的会合嘛毋过伊讲因为伊是上帝，所以伊拢无受世间的艰苦的影响。啊，伊甚至顶十字架时伊嘛袂疼。因为伊是上帝嘛，伊根本袂疼。初代教会约翰伫遮写遮尔济都是这条针对这啦。约翰拄着约翰活的时代，拄啊这个学说第一强的时阵，你若去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写足济，直甲伊遐初代教会讲。
恁毋通去互人迷惑去，就是这个啦。因为迄个知识派的物件，甲当时教会所信，耶稣若真正是上帝，红电视物件拢袂听，拢来世间无意思啊，敢毋是？失去迄个意义，道家肉体失去迄个意义。哦，伊有特权，拢总袂了。耶稣伫世间，伊的价值就是迄个希伯来书讲，伊甲咱同款，拢总受试探，唯一甲咱无同款的是伊无犯罪。耶稣的厉害是伫这个所在。所以，Gnosticism 讲的这个理论是毋对，这是一个极端。搁一个极端是到100-200年后，有一个叫做 Arius。这个 Arius 这个人哦，伊咧主张甲知识派拄啊颠倒面。伊讲耶稣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啦，对啊，无遐个代志。耶稣不过是一个普通人。伊的学说伫迄个时阵哦。互教会起真济问题，为着安尼吼，教会伫迄个时阵开一个会，伫讨论这项代志。迄是主后300年前左右的代志。因写一个叫做尼西亚的圣经。尼西亚的圣经哦，咱的圣诗内底有，圣诗。尼西亚的圣经，咱的圣诗内底有。咱早起，咱拄仔有讲有用使徒圣经做新约告别吼。尼西亚的圣经哦，甲使徒圣经真共款，总是较长。伊吼大半尼西亚的圣经拢在讲耶稣的代志。我真紧读互咱听吼，甲使徒圣经差无偌济，总是面对 Arianism。迄个讲耶稣敢若是人，毋是上帝吼。迄个时阵的教会是反应是安尼，伊讲，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，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，甲爸同质同体。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照着在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伫本州彼拉多任来为咱定十字架，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搁活上天，现在坐伫爸的正边。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的国无穷无尽。你看因用遐尼强的话在讲耶稣是啥？耶稣是对上帝、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。这是初代教会对这个反应。但伫遮吼，我拄有讲，我今仔日讲这个题目，是因为这个所在我不得不用迄惊叹号甲这 question mark 哦。我较顶来佫倒转来讲一个，咱大先看即几节圣经看好了吼，对不了吼。过去第36节。伊讲吼，第36信囝的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毋顺趁囝的，毋若未得到活命，反倒继续互上帝受气。伫耶稣是毋是上帝这项代志吼，我老实甲恁讲，我嘛有一个时阵吼，真挣扎啦。老实甲恁讲。我是牧师囝吼，拢伫我捌甲恁讲，我有一个时阵读大学就听说，我逐礼拜拢有去做礼拜，是因为阮老爸做牧师，我若无去，伊真麻烦啦，所以我就乖乖去做礼拜。耶稣是上帝吼，我嘛想足久的呢。迄个时阵吼，老实甲你讲，我毋敢唬人啦，
总是你要叫我信吼，我真正信袂落呢。你太可怜了。这毋是我的结论哦，你毋通出去讲牧师讲耶稣毋是上帝，我无安尼讲哦。哦，真正我迄个时阵真正精彩。我到尾的结论哦，我捌讲过，信这样物件哦，无法度通甲你说明啦。一旦甲你说明，就免信啦。信是你要信，毋信安尼那点。你要信耶稣是上帝，就讲你要信耶稣是人，也无人会当甲你讲你袂使啊。这你的代志，嘛我的代志。约翰伫遮讲吼，信的人、信囝的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信囝的人会得到永远。搁落去吼，伊无讲毋信的人会安怎？伊讲吼，毋顺趁囝的，毋若袂得到活命，反倒会惹到上帝生气。你信，搁去爱顺趁，这真趣味的代志。这个圣经，你信耶稣是上帝，好啊，信上帝啊，信耶稣是上帝啊，搁去咧，爱顺趁咧，爱顺趁。这是信仰甲行为，敢毋是？咱讲真济即款代志啦。信若无，安怎个讲信若无行为是死的。事实是安尼。约翰伫遮甲咱讲，你信耶稣是上帝，好，啊，过去咧，过去你安怎？你有顺趁啊无？伊无讲毋信的人哦，伊讲毋顺趁的人，信了后爱顺趁。我想这是真要紧的，要紧，咱爱学习的所在。但咱搁倒转来讲，耶稣是上帝这个问题，我讲迄个问题毋是因的问题，今仔日嘛是真济问题。我真感谢上帝，我敢若咧准备讲道的时候，上帝拢会互我看到一寡有诶无诶，啊，我讲道拢会用得。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哦，这篇文章吼是英语的啦吼，是这 Martin Thielen 这个人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啦。我大概甲你讲，伊伫这个文章内底是伫讲啥？伊讲有一个意大利的少年人伫做律师，所以是相当有学问啦吼，相当头壳是好的，有知识的人啦。写批甲伊问啦，问讲吼，伊本身迄个人本身吼，伊伫教会咧服侍。伊讲伊真正感觉耶稣的教示真好，伊接受耶稣的教示。耶稣叫咱着服侍人，着爱听人，伊拢安尼，所以伊嘛拢有去教会，伊伫教会内底真拍拼，啊伫遐服侍，啊，总是伊讲吼，耶稣的教示我会当接受哦，啊，我嘛感觉真宝贝，咱应该安尼做。总是你要甲我讲，叫我信耶稣是上帝吼，我真正有困难啦。伊真老实啊，所以伊问这个牧师讲 ：“Do you think I'm still a Christian？” 我安尼，你想我是一个基督徒啊？毋是？这是真勇敢提出来。我有讲，我迄个时阵，我有一个时阵嘛是安尼信吼啊，毋敢公然否认啦。总是你叫我告别讲耶稣是上帝，我嘛讲袂出来。所以这个人真勇敢，真老实。问牧师安尼，迄个牧师写一个文章，就是讲安尼。Do you think I'm still a Christian？ 这个少年人的问题，这伊的内心的挣扎的问题。伊吼，文章不遮长啦，又该引啦吼。我主要提出来讲，有两字吼，我感觉我用这两字来说明较简单啦吼。这两字吼 ，Christianity 吼，我早起有去加一个，迄个互你无看到。Christianity 吼 ，Christian 是基督徒嘛吼，啊后壁是 ITY，Christianity 是基督教的信仰啦，基督的信仰。换一句话来讲 ，Christianity 吼是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
佫一个即字吼，是马丁斯伦发明的字，字典内底无即字，头前是 Jesus 吼，耶稣嘛吼 ，JESUS 吼 ，Jesus， 后壁是 IANITY， 甲 Christianity 后壁迄个共款吼，迄是吼耶稣 Jesus。IAN 耶稣的人啊 ，Christian 是基督徒嘛，啊 Jesus INA 就是耶稣的人啦吼，耶稣的人。我这字典内底无即字啦，啊伊有说明即字，伊尾啊甲即个少年人讲，你若是完全接受耶稣的教示，感觉耶稣的教示，你照安尼行。你是 Jesusity， 你是真钦仰耶稣安尼尔啦，你毋是基督徒啦。基督徒是接受耶稣是上帝囝，信接受耶稣者，佫去顺探，伊有顺探一部分，总是伊讲即个信我无法度。即个牧师甲伊讲，我真无爱甲你讲，总是我爱甲你讲。你是 Jesus Christ 安尼尔，你是伫遮，你是钦佩耶稣，你毋是信耶稣。这我毋知影恁会感觉安怎？我真爱听音乐哦，我真爱听莫扎特的音乐，真爱听贝多芬的音乐，我真钦仰。这音乐家，甲信仰无关的，总是基督徒无相关。所以我讲，这是你我咱家己爱决定。你是要做 Christian， 还是要做下面迄个？无毋对啦！你若拢总会当照耶稣的教示来活，无毋对。无人敢讲你是歹人，总是上圣经的要求，毋是伫遐。我知影，即座墙吼要搬过，有时仔真困难。我真正想甲毋知要用啥物做结论啦。我去，互我找着，真感谢上帝，互我找着吼。马可第9章14节到29节，遐有一个故事吼。我要用迄个故事来做迄个做结论。代志是安尼啦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去山顶变貌，了后因落山。耶稣甲三个落来的时候，看到伫山骹9个学生哦，剩9个条条，甲一寡人伫遐吼，伫遐毋知啥物代志安尼，足侪人伫遐安尼查查滚。耶稣我去看吼，看到一个囡仔倒伫涂骹。伊9个学生吼，想要甲医治啦。耶稣看到讲是安怎？迄个老爸则讲，我的囝吼对出世就去互鬼附身，鬼若来的时候，就安尼甲摔，有时要甲车落水底，吼。我足清惨的啦。我带伊来遮要找你甲阮医治吼，你无伫的，你的学生想要甲阮，因就创无。因无法度医治啦。耶稣伫遐有讲几句话，我毋免阁讲啦吼。所以耶稣问老爸讲：到底这安尼偌久啊？伊讲对出世就安尼啊。耶稣讲：伊老爸则讲迄个病情互耶稣听。了后，这个老爸伫第9章的22节，甲耶稣讲：你若会求你。可能阮帮助阮，你若会。第23节，耶稣甲伊讲：你若会讲，你若会，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这是耶稣的。过去迄个老爸讲的一句话，足好的一句话。伊讲：我信无够的，求你帮助。这个老爸伊甲耶稣：你若会，阮嘛想讲你会，我毋才带来遮，
你的学生都舞无落来，啊，你若会可以？伊甲耶稣说：我信，若无我袂来。我信无够诶，你帮助我，帮助我信。我想伫即个问题的头前吼，这是咱的态度啦。咱会当讲我信无够诶，求你帮助我。搁落去真趣味哦，搁落去真趣味。即耶稣医好迄个囡仔了后，马可讲入去厝内，伫耶稣甲学生做阵的时，遐学生问耶稣讲：是安怎？你有法度通甲医好，我无法度医好。耶稣应一句话，足够多的。伊讲：即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。即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。因为我拄仔讲，我有迄个时阵，我伫我内面有迄个鬼啊，我信袂落去。耶稣讲：你若要赶迄个鬼吼，敢若一条路，祈祷，甲上帝沟通，安尼，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约翰所写的话，而且反省阮甲你的关系。阮常常为着阮的方便，无掠你是上帝，是阮所应该挖靠的。阮感谢你，互阮对约翰所写的，搁一摆对圣神甲阮讲话。自阮知影伫即个世间真侪代志，互阮无法度通信，无法度通专一信，还是顺叹。阮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阮信无够的，求你帮助阮。伫阮有的信心软弱的时，帮助阮。无袂记你祈祷，对你得到帮助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